后来针对中国的外交官伫咧废止甲咱的办事处的人员起冲突，中国发出着强硬声明，讲台湾无外交官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讲，中国是咧点路麻，若外交部长吴钊燮当炮批评中国颠倒是非。这个月7日，咱国的废止办事处举行国庆的活动，所有中国的外交官走来乱场，也去拍咱的人。消息传来国内，行政院长苏贞昌感觉中国真正是有够悍。中国驻外人员耍流氓打人，非常不应该。中国斐济有外交关系，会有外交豁免权，斐济警方难办。但我们也要把相关证据诉诸国际。中国政府不但是没有认真的检讨，甚至是颠倒是非。行政外交的体系拢做伙谴责中国，但是苏贞昌嘛讲，伫咧无邦交关系废止，咱是爱较低调。不过根据废止的媒体报道，废止的警方已经定调，这件代志由外交层级来处理，警方未阁继续调查。提出人证、物证、事证等等，我们希望为我们的外交人员在司法上面讨回公道。台湾必须让这个事件让国际知道，也希望结合理念相同的国家去谴责这样子的行为。你来不礼貌，不管怎么样发生冲突，或是你先动手，就是不对啊！如果对岸完全不承认说有中华民国的存在，说中华民国没有外交人员，那对不起，两岸断绝啦。爱顾咱国外交人员的尊严，那你个立委嘛谴责中国这种傲慢的外交，若是阁继续安尼无站无扎，朋友会愈来愈少。